大家好，歡迎來到修辭王國。今日我要教的修辭手法是對偶。首先我們一起來認識一下對偶的定義。對偶就是將字數相等、結構相同、意思對稱的兩個語句進行排列，表達相對或相反意思。對偶有三種形式，第一是正對，即係上句和下句的意思相近或相關。我哋可以一齊嚟睇下下面嘅例子：人多主意好，柴多火焰高。呢組對偶的意思相近，都係表達人多力量大的意思，就是正對。第二種係反對，即係上下句表達的意思是相反或相對的。我哋可以望下面嘅例子：年年歲歲花相似，歲歲年年人不同。上句嘅相似同下句嘅不同，意思相反，就是反對。第三種係串對，亦叫流水對，在意義上有連貫、遞進、因果、條件等關係。我哋可以睇下面嘅例子：野火燒不盡，春風吹又生。這個上下句有連貫同遞進關係，不管烈火如何焚燒，只要春風一吹，就是遍地野草。今日嘅修辭手法就教到呢度，感謝大家觀看。